好啦，轉緊彎啦，快樂高球咧就係要帶噶啦，有你有我第2位啊，風采人生已經係守住個內欄第3啦，第4位嘅馬有黃帽嘅嘉應駿馬，等入邊有神戰金多喜啊，揈咗去中間追，紅眼罩就係老鼠班，出邊位置有大財，外邊啊星光大道嗰啲馬，最後300零米，快樂高球接嚟咗半個身位，嘉應駿馬已經係沿住個中檔推進啦，出邊上嚟嘅馬有老鼠班，後多層咧先見到宜昌光輝啦，外邊啊星光大道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嘉應駿馬走甩咗半個身位，外邊老鼠班追緊上嚟啊！中間位置有宜昌光輝，外邊啊大財嗰啲馬接近終點，嘉應駿馬贏啊！跑第2名呢就相當接近啦，老鼠班就紅眼罩，灰馬埋邊，宜昌光輝外邊仲有隻大財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嘉應駿馬入彎就已經係慢慢上嚟走啦先，老鼠班係咪第2嘅機會高啲呢？第3就近嘅埋邊宜昌光輝，咁啊外邊呢有隻大財。嘉應駿馬飛到馬道，第2呢老鼠班噃，咁啊跑第3啊，入邊呢宜昌光輝，出邊大財第4。係咯，應該都頂到個第2啊，老鼠班。啲飛又真係都算係咁啦。係1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嘛，外邊皇帝英豪快和埋邊哈羅威啦，中間呢仲有淺藍衫嘅8000好運實力家，最出就創寶區大有第5嘅，內欄第6啦，黑衫就喜悅歡欣啦，中間天外富天外邊99為軍啊，後邊嘅馬匹啦，良言一句啦，官萬物啦，尾4紅眼罩係官萬象啊，後邊嗰3匹馬光年情場定數啊，黃衫縮住嚟跑係渡月橋嚟嘅。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就哈羅威嚟嘅，8000好運呢就跟啦，皇帝英豪嘅第3位實力家呢就跟住個第4啊，內欄第5啦就係呢隻喜悅歡欣黑衫嘅，再見到響外邊位置呢仲有創寶區啦，中間呢仲有呢隻天外富天啊，後邊嘅馬良言一句啦，中間官萬物啦，外邊99為軍啊，尾4啊光年情場，尾3黃衫掟大外檔嘅渡月橋啊，後邊一隊官萬象同埋掟大外檔黑衫有定數嚟㗎，好啦。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，咁啊見到仲係呢隻哈羅威嘅，中間8000好運就開始追緊佢，中檔位置實力家亦都上緊，外邊創寶區亦都追緊，再喺埋邊喜悅歡欣中檔撬緊位出嚟啊！最後100零米，哈羅威仲係佔先，8000好運呢就逼緊佢，後多層啊嘛，出邊創寶區，中間喜悅歡欣贏馬嗰匹係8000好運啊！哈羅威第2，第3名係呢隻喜悅歡欣，第4名出邊創寶區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8000好運，咁啊都係可以跟前嘅跑法，1400亦都攞到經驗啊！咁啊結果打開勝利之門啦。第2名嘅馬係哈羅威啊，第3名喜悅